假如说星链系统被运用于美军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对付它呢？马斯克这个特朗普政府新任的效率部部长，现在正春风得意。他对美国科技最大的贡献就是构建了被美国人认为坚不可摧的星链系统。如果说星链系统只是用于经济发展当中的信息传输，那当然是功不可没。因为星链系统一旦全部建成，全球网络就形成了无死角、不间断的全覆盖。但美国这个国家这么先进的信息传输系统，怎么可能不用于军事系统呢？在北约对乌克兰的信息支撑当中，星链系统已经发挥出了它不可替代的作用了。对马斯克这个人，我们现在可以正面评价他，毕竟这个人对中国还不错。但是，一旦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他的星链系统不可能不服于美国的军队。对此呢，我们必须要有很客观的认识。假如说星链系统被运用于美军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对付它呢？此前有不少观点认为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因为这套系统数量太庞大了，全部建成之后一共有4万多颗卫星，我们就是有精准打击的反卫星武器，也不太可能准备好4万多枚导弹，一枚一枚的去发射摧毁那些卫星。但是现在，如果香港媒体信息来源可靠的话，我们有办法了。最近，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了这么一则消息，说中国南京航天航空大学控制系主任率领的团队，他们1月3号在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这个期刊上面发表了一篇论文，内容是用计算机模拟攻击美国星链的卫星星座。南航将开发的一种全新的 AI 算法进行计算机模拟。测试结果显示，中国只要用99颗卫星，在这些卫星上面配备侦察、跟踪设备和激光、微波等先进武器，就能够在12个小时之内破坏1400颗美国的星链卫星。目前星链卫星一共有6700颗，也就是说，如果要彻底摧毁这些星链，只需要2天的时间。美国原先认为马斯克发射的6000多颗星链卫星就能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太空防线，但是南航的这一 AI 算法一下子打破了他们的幻想。这个算法能够在不到2分钟的时间之内完成复杂的轨道计算，生成切实可行的攻击计划。只是算法可行，还不代表整个侦察、监视、跟踪和武器系统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作战能力。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以进一步完善整个作战体系。反巨量卫星体系的路径已经被打通了，这是迈出的极其重要的一步。相信随着后续研究工作的跟进，我们的反卫星作战体系一定能够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王宇评论，下一期再见。